伫顺应自然环境变化的中间，感受生活。住伫华东地区，因为自然地理的关系，要去外地的交通选择并无多。往南前往高雄，以及往台北的公路、铁路路线只有迄一条，常常受到天灾也是人祸，造成交通中断，影响咱的行程。尤其若是开车刷塔伫车队中间的时阵，搁较互人感觉真野线。2021年11月初，阮有一摆放假结束，要对宜兰转去花莲。顶埔有看到消息讲，伫南澳发生大卡车相撞的车祸，造成苏花公路大塞车。因为事故发生伫苏澳往南澳这段，无有苏花改通驶路的路段，所以阮想讲无较晚才去行，所以差不多下晡1点外出发。总是伫路认，拢无看到事故排除进度的消息。无想到2点开到苏花改的磅空口，发现讲油源在塞车。迄时心内想讲，害啊！原本想讲较早转去备办要处理的代志，煞拢火花去啊！阮就对2点开始运啊进前，到6点事故完全排除，双向通车，约6点半到南澳，小可休困了后，才继续回程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款生活的学习。因为我本身前后操烦，感觉上会失错、受人指点的代志，总是即摆塞车的经验，搁互我练习去认捌也清楚知影。我会操烦，是因为想要控制，掌握代志袂使照我的想象来行。不过生命本身就是无法度控制的，生活其实也是。只不过咱拢前后袂记即个道理，直到咱拢陷落伫过头紧张的情绪中间，所以着不断学习认捌环境的限制。除了拍拼努力来成长以外，也毋通忘记，咱是相当有限的人类，需要谦卑面对困境，才袂真紧失去了往前的动力。